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2，箴言18章12節安尼講：敗壞的大心，人的心是驕傲；尊貴的頭前是謙卑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驕傲，志高敗壞，着謙卑，通得到尊貴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智慧甲真理的源頭。你是掌管歷史、監察人的心的上帝。你坐佇高高的寶座頂，確是眷顧心謙卑的人。你無穩定甲人民，總是歡喜扶持倚靠你的人。主啊，你的道路遠過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遠過阮的意念。阮一生要來學習你無煞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佇順境中無自高，在成功的時無驕傲家己，在受人侮辱的時，知影將一切榮耀歸乎你。主啊，也求你幫助阮，在逆境中無灰心，互阮通明白，因為你正地捏造阮學習謙卑、順服的性命，互阮通承受你所為阮備辦的尊榮甲祝福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